對黃金又有咩影響呢？今早3月11號，彭博報道就話歐洲央行講話唔要歷史重演。歐洲央行講唔要歷史重演嘅只係乜嘢呢？就係控制個通貨膨脹嘅問題。先睇呢一幅圖，你見到2022年同2023年個虛線嗰度咧，通貨膨脹咧係目標係2%嘅，但係你見到橙色嗰條線咧，就係2022同2023嗰陣時咧就飆升得好犀利，嗰個就係通貨膨脹啦。咁嗰個時候咧，因為俄烏問題令到啲油咧又係咁起價，而佢哋起利息起得遲，所以控制唔到個通貨膨脹，而令到經濟衰退，好多麻煩出現啦。今次佢哋唔會俾歷史重演嘅意思咧，就可能因為反映到咧，佢哋話可能考慮要加息啦，因為佢哋而家唔想學以前咁太慢加息，而令到通脹失控。今次佢哋應該會可能好快加息，而要控制個通貨膨脹。我哋啲投資者大家要諗一諗下，如果歐洲起利息，而美國唔起嘅話，咁形成美元係咪相對嚟講係低？對黃金又有咩影響呢？大家可以評論區討論一下，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